来看台中有一个囡仔，伊伫体育课的跳绳啊，结果昏倒。这个囡仔是有心脏病的症头，经过医护团队手术，伫心脏装电池哦，即摆伊的活动拢正正常咯。坐伫椅仔顶头看起来真欢喜，有完全帮式团队组长的9岁查某囡仔小晴，手术了后看起来甲一般囡仔无啥分别，也可以当自在走甲跳。你现在最喜欢做什么运动？跑步。完全帮式团队组长是囡仔慢性心律无条纹的疾病当中上严重的心脏倒手柄的心室，为着要拍出有够假的血会一直扩大，平常时无明显的镜头，一直到小晴上体育课跳绳的时阵，熊熊昏去，家长才知影代志严重。他就是在学校跳绳运动，然后忽然有就是晕眩的状况，然后到急诊室去，急诊室的护士帮忙去处理这样子。传统的治疗是用心导管的手术装接入去，会将线放伫正边的心室，刺激心脏收缩。不过有13%的囡仔可能会出现心脏衰竭。医疗团队用新型的接入器直接安伫心脏的传导系统，就会当免除衰竭的风险。新型传导系统节律器我们直接锁在段段，所以它可以两侧心脏都很均匀的传导，特别是左心室可以优先传导。病医表示，完全帮式团队组长会当分做先天有自体免疫抗体，甲后手心脏手术了后产生并发症2种原因。目前这项手术治疗有健保，呼吁家长若准囡仔有类似的症头，就要量早予医师介入诊断治疗。记者综合报道。